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呢一個蚊網呢已經安裝咗起碼半年以上，就未夠一年嘅。咁但係呢，我發覺哇，都幾多塵喎，咁就攞落嚟呢，就沖一沖佢啦。哇，發覺啲水呢黑蚊蚊嘅，可想而知呢，平時啲空氣都幾污糟，幾多塵，即係冇諗過呢。裝咗未夠一年呢係咁污糟。咁我以後都會密啲咁樣沖下去。初初我以為比較難攞落嚟啦，原來單手已經可以操作。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屋企有蚊網，你真係要沖洗下，因為真係幾污糟，同埋視野都會好啲咯。沖完之後。好啦，今日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訂閱同撳鐘仔啦，拜拜。